好来看罗西亚外海发生这桩规模8.8的大地震，咱国内这气象署也来发布海啸的警讯。预计这海啸伫今仔日下晡1点18分的时阵，会来到咱台湾东部沿海。这海涌差不多是伫30公分至1公尺遐尔悬，提醒台湾各地沿海拢爱注意。 东部沿海先到，在1点19，我们这是预估的一个时间。接下来应该是东部沿海，再来东南沿海，再来东北沿海，在西南沿海的位置，大概是下午1点31分会坡到，然后北部沿海是1点41分坡会到，然后东部海峡沿岸的部分是1点45分。绿色的部分是我们预估这个海啸的波高是0.3公尺左右的，然后 黄色的部分是0.3公尺到1公尺左右的一个坡高。罗西亚东部外海这场8.8的大地震呢，是发生伫台湾时间早起7点25分的时阵。咱的气象署虽发布海啸的警讯，也那地震的测报中心也表示讲，这东部的海呢是有加较深，海涌若准伫30公分以上，咱呢就等于是海边仔的人甲车拢会互冲走去，所以提醒民众爱注意。而且这海啸是一波一波安尼入来，所以绝对袂当大意。